鸡仔甲宝石。一阵鸡仔四界底讨食，鸡仔用因的两只骹真厚请图。有一摆，鸡仔请图请到一粒宝石，金丝是真水，大家都走我来看，甲伊捅捅咧，毋止讲，搁较济宝石要互我嘛毋得着一粒切仔，现互我会摆的较要紧。戆鸡问八宝。这篇故事反正是对伊索西部的加工甲宝石改写来的。毋过故事的落尾，伊索是讲对家己有路用的物件，才是真正需要的物件。但公会牧师伫遮讲的戆鸡问八宝，这是徛踮别个无共的角度来讲的。伊可能是讲，莫干那知影顾腹肚才会饱的代志，也就是感情的需要尔尔。嘛爱斟酌别项物件，有时无定着有搁较大的利益伫咧。字句的解说，讨食，伫遮是讲鸡仔底找物件要食。请，伫遮是讲鸡仔用骹咬涂骹底找物件要食。因为即个请字嘛有别的意思，所以上好莫干那讲一个请字，讲做请图。意思较会清楚。捅，伫遮是讲鸡仔底倒物件的意思，